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3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申命记第9章15节到24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灵感动。保罗为了自己使徒身份辩驳的时候，他提到了自己曾经遇见主的经过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保罗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后才出现的人物。他可能亲眼睛看见使徒司提反的殉道，但实际上并没有遇见主。保罗所说的就如同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记载，他是被基督的圣灵所光照，是遇到圣灵，受圣灵的改变，领受圣灵的感动，所以他的生命就全然的改变了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虽然跟随了摩西出埃及，但却没有领受真实圣灵的感动，因此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。申命记第9章15节到24节，摩西提到了他们得罪上帝的一个情形。圣经记载到，于是我拿着写了上帝的约的2块石板，山上一直冒着火焰，我看见你们已经冒犯了上主，你们的上帝，为自己铸造了小牛的偶像，快快地偏离他所吩咐你们的道。所以我在你们面前把那2块石板摔在地上，摔成碎片。我在俯伏在上主的面前40昼夜，没有吃，没有喝。这都是因为你们得罪上主，激怒了他。我惧怕上主的震怒，因为他的烈怒足以消灭你们。但上主再一次的垂听我的祷告。上主在愤怒中几乎杀了亚伦，当时候我也替他祈求。我把你们所铸造的那使你们犯罪的金牛扔在火里焚烧，又打成碎片，磨成粉末，洒在山上流下来的溪水。在他贝拉、玛撒、基伯罗哈他瓦的时候，你们也激怒了上主。他在加迪斯巴尼亚命令你们上去占领他们要赐给你们的那土地，你们竟背叛他，不信靠他，不听从他。从我认识你们以来，你们经常背叛上主。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谈论到启示，他说到圣灵的感动，就说了关乎于神子的比喻，但许多人并不明白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跟随者，他们应当领受上帝的启示，因为早先的人想看却看不到，想听却听不见。只有领受圣灵充满的人能够明白，可以看见。就在这时候，耶稣在圣灵的感动下充满着欢乐，说：天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向聪明有学问的人所隐藏的事，却没有向学问的人启示出来。是的，天父啊，这样的安排都是出于你的美意。我父亲已经把一切都给了我，除了父亲，没有人知道儿子是谁，
除了儿子和儿子所愿意启示的人，也没有人知道父亲是谁。于是耶稣转过身来，悄悄地对门徒说：你们能够看这一切是多么的幸福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许多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见的，却没有看到；想听你们所听见的，却没有听到。诗篇99篇。上主掌权，万民站立，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，大地震动。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，他超越天下万国，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。他神圣庄严大能的王啊，你喜爱公正，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，愿你伸张公义，主持公道。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宝座前敬拜，在他神圣庄严。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，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，他们祈求上主，他回应了。他从云柱中向他们说话，他们服从他所颁布的法律列令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你答应你的子民，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但你指示他们，你是宽恕的上帝。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圣身上来敬拜他。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威严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领受新的赐福，使我们能够领受新的圣灵的感动，有属灵的眼光可以看见，有属灵的耳朵可以听见，能够明白上帝的启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